Hello Prestige，我係高海玲 Samantha， 呢一個就係我嘅 daily routine。我朝頭早嘅 guilty pleasure 係我一定要賴床半個鐘頭，無論係喺 sofa 定係有張床度，呢半個鐘頭非常重要。我任何時間都可以做到嘅 secret talent 就係我隨時隨地都可以瞓得着。我覺得呢個係非常重要嘅，對於一個工作好忙嘅 artist 嚟講，我成個晏晝都可以 keep 住聽嘅音樂係一啲西班牙吉他嘅 album， 因為我自己好中意西班牙吉他嗰一種輕鬆愉快，會令我覺得有度假嘅感覺。如果我自己一個人喺屋企嘅話，我最中意嘅就係浸個熱水浴先，然之後我會可能聽下黑膠碟啦，又或者係我會開一套電影俾自己睇 ，maybe 一杯紅酒 or whisky。To the end of my day， 我會做嘅係我會 meditation， 因為其實日頭嘅工作好繁重啦，同埋好複雜啦，可能一日要做4個工作。我係 non-stop 咁樣去諗點樣做好呢個工作，咁所以去到瞓覺之前呢，我好多時會不停喺度反省自己，我今日個 job 做得好唔好呢？咁所以 meditation 可以令到我嘅思緒停止冇諗嘢，然之後可以瞓覺。